台北市公园主题条例贵今年1月14开始就禁止民众饲流浪动物，不过有团体认为讲唔该因饲伤过残忍，但是有民众认为讲乌白饲这流浪动物就一直生团，惊双方会保容来到议会头前表达诉求。饥饿不能解决问题。 根据统计，台北市的流浪狗有2300多只。台北市修正公园管理主题条例1月14开始禁止民众饲流浪动物，包括狗仔、猫仔，也是混鸟仔。抓到会互人罚1200至6000，但是这个规定引起部分团体不满，在市议会门口抗议。这些爱心的妈妈、爱心爸爸，他们是善心，但是喂养同时也做结扎，就是让他们不要再继续的繁殖下去。 这个方法是对的，也是在帮政府解决目前流浪猫狗的问题。但是，在另外一边，有民众看法不同，认为乌白饲流浪动物会影响环境，害环境乱糟糟。一旦定居下来，他们就有可能会制造一些噪音啊，或者是排泄物的污染，甚至有些会去破坏民众的财产。 目前台北市对流浪动物是采用掠来阉掉、注意放射、放脱去原地的 TCCP 加 TNVR 计划。反对新法的民众认为，禁止民众饲流浪动物，就抓袂到因做一寡计划。支持修法的民众认为，乌白饲流浪动物会造成计划效果无好。台北市动保处表示，这摆修法是甲饲流浪动物这件代志交予特定团体处理。我们也会帮我们动物照护员重新做训练，是定时地点，需要干净喂食。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最后一里路帮这些流浪犬猫都可以控制，让他们流浪到这一带为止。台北市动保处表示，目前有6个团体协助台北市府执行 TCCP 加 TNVR， 市府甲这寡团体会有系统性的执行流浪动物的数量管理计划。那民众乌白饲流浪动物，颠倒会改变动物的品性，影响计划的效果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